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翻呢有個全新系列嘅點樣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同埋申請永居嘅攻略啦，同埋點樣去準備呢個申請永居嘅資料啦。咁我會同大家詳細分享翻嘅。咁如果大家有睇到上一集啦，係講關於準備呢個文件啦。咁今集咧，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翻咧點樣去準備文件嘅。咁大人啦、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需要準備啲乜嘢嘅文件啦，或者文件嘅種類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啦。咁或者有啲另外啲咩特別嘅文件係需要準備嘅，咁會同大家分享翻嘅。可能大家都會問啦，點解我會講呢個全新嘅系列講申請永居呢？其實因為我自己咧都係用呢個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咧，去成功獲批出永居嘅。咁喺申請嘅過程裏邊咧，咁我都明白到係會面對唔同嘅困難啦，或者有好多疑惑啦，或者會有好多唔明白點樣做，或者唔知道應該點樣做嘅情況啦。因為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想用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去申請永居啦。咁因為相對申請永居咧都需要花費一筆好大嘅金錢啦。而我自己今次咧用咗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咧，就成功獲批出咗永居。咁所以我想用我自己過來人嘅身份啦，我自己少少嘅力量咧，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咧成功完成呢個申請永居嘅手續咯。我希望用我自己嘅實戰經驗啦，我會 step by step 咁分享翻我點樣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咯，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好順利咁完成咗申請永居嘅手續啦，同埋好成功咁批核到永居嘅身份嘅。喺影片開始之前呢，我都戴翻個頭盔先。我並非專業嘅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啦，我所提供嘅意見啦，我所分享嘅內容啦，純粹我個人嘅經驗、個人嘅意見，就俾大家參考嘅，並非一個專業嘅法律意見。因為每個人申請需要提交嘅文件都唔同啊，咁以翻你自己個人嘅需要提交嘅文件為最終嘅申請咯。如果大家已經睇咗上一集呢，咁就睇到最尾呢，我有個文件嘅列表呢，會分享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未睇呢，咁就麻煩請你去睇翻上一集呢，係關於嗰個文件嘅準備嘅。而我今集呢，都係講關於點樣去準備文件嘅。因為需要準備文件嘅種類同埋個數量都比較多啦，咁而每一個人呢都要獨立去準備一套文件嘅，而有啲文件係可以共用嘅。咁我而家就分別講返啦，大人同埋小朋友同埋呢個老人家呢，可以準備一啲嘅乜嘢嘅文件。第一類需要準備嘅文件呢，包括大人、小朋友或者老人家都需要準備嘅呢一個文件呢，就係身份嘅證明，包括大家嘅BNO 啦、特區護照啦、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喺英國有曾經攞過嘅 BRP 啦，都必須要準備嘅。大家記得睇到最尾喎，我會有好重要嘅資訊呢係分享俾大家嘅。大家如果鍾意我嘅 channel 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我會盡快通知大家。如果大家有換過 passport 呢，咁新舊嘅 passport 呢都需要準備返嘅。咁另外需要準備呢，就係呢個當年批核你BNO Visa 嘅信件啦，或者 email 啦，你都需要準備返咯。同埋需要準備一個share code 咯，因為證明返你嗰個移民嘅身份嘅。而大家點樣攞到個 share code 呢？ share code 你可以喺你填表之前嘅一個月呢，上返官方個網站呢，咁你登入返呢，就可以攞返一個最 update 最新嘅 share code 嘅，咁你自己download 返落嚟，咁就可以用到㗎喇。
每個申請人呢都需要準備一封 cover letter 啦，而每一位成年嘅申請人呢，即係18至64歲嘅申請人呢，需要提供翻呢個 Live in the UK 考試合格嘅一個參考編號啦，同埋呢個 B1 英文試嘅證書個編號咯。如果大家係有車牌或者係臨時車牌呢，都可以準備好嘅。咁呢個都可以當作係一個證明身份嘅文件嘅。因為5年嘅生活證明文件呢個種類都好廣泛嘅，而 Home Office 呢係需要睇返呢大家係咪真正喺英國留喺度生活咗5年嘅，所以提交呢一類型嘅文件呢，大家就要睇返嗰個時間係咪足夠咗5年嘅。而至於呢個5年嘅生活證明文件，成年人同埋呢個老人家呢，可以提供翻呢個 Council Tax 啦、水電煤嘅帳單啦、TV License 嘅帳單啦、你嘅投票信啦、你譬如有揸車嘅，你買保險嘅關於保險嘅信件啦，咁另外一啲譬如好似你睇醫生啦或者 NHS 嘅信件啦。如果大人呢係有返工嘅呢，咁可以提供返佢嘅僱主合約啦，佢嘅糧單啦，P45或者係 P60嘅。買屋嘅合約啦，租屋嘅合約啦，或者係做按揭嘅合約啦嘅文件啦，或者政府部門嘅文件啦，都可以提供返嘅。至於小朋友呢，因為好多帳單上邊都冇佢個名㗎，咁小朋友呢可以問學校去攞返一封信咯，而信裏邊就會講及到小朋友呢係幾時入學啊，而家讀緊係 year 幾啊，咁同埋或者小朋友嗰個嘅學校嗰個考試咯，或者係每一個學期完結一個個學習嗰個進度咯，或者係所攞過嘅證書咯，都可以提供返嘅。咁有好多朋友可能都會好擔心咁問啦，可能佢手頭上有嘅文件呢，只係得3個月啊、半年啊，甚至乎得2個月啊，即係唔係完整嘅1年，咁係咪唔可以當咗個證明呢？如果大家想簡單啲呢，節省啲時間呢，最好就可以揾到Council Tax 啦、TV License 啦，或者啲保險嘅文件呢，咁嗰啲都係1年出一份俾大家嘅。當你提交咗上述呢啲文件啦，咁都已經可以證明到你喺英國係真正係實際連續咁生活咗5年咯。咁所以大家需要提交嘅文件呢，就未必一定需要係1年12個月都係同一類嘅文件嘅，可以混合咗其他嘅文件係接住落去連續下一個月啊，或者下一個年度啊都可以嘅。我可以用個簡單啲嘅例子同大家解釋下啦，即係話第1年你可能用咗Council Tax 加租屋就做咗個證明啦，第2年就用咗呢個水電煤做證明啦，第3年呢用咗呢個僱主嗰個招聘個合約啦，加 P45 加 P60做證明啦，第4年呢你就用返呢個 Council Tax 加水電煤做證明啦，而第5年呢你就用咗呢個投票信做證明喎。而你所提交嘅文件呢，任何一個嘅年度同埋月份呢，都係需要連續性嘅，就唔可以話有任何其中1年呢，你係冇提交到文件嘅，或者係冇文件可以證明到你嗰1年呢係有冇喺英國生活過嘅。關於5年嘅英國生活嘅居住證明呢，咁請大家要理解清楚少少。咁5年嘅英國生活居住證明呢，你係需要提交一啲文件呢，係證明返你呢5年係真正喺英國生活過嘅文件咯。而呢5年嘅生活證明文件呢，如果大家手頭上係文件係比較足夠嘅，咁可以提供多4、5款嘅。咁要求嘅文件係需要準確無誤咯，同埋需要真係證明到大家喺英國係實際係真係生活咗5年嘅。
第3類需要準備嘅文件呢，就係關於 qualification 嘅。咁呢一類別嘅文件呢，係相對嘅數量就比較少啲，就係準備得係容易啲嘅。咁而大人呢，都係需要準備翻呢，你考咗 Life in the UK 嗰個嘅 reference number 啦，同埋考咗 B1 英文試嗰個合格嘅證書個號碼咯。第4類需要準備嘅文件係關於僱主嘅。咁如果大家係有返工咧，咁係需要提供返呢個僱主嘅合約信啦，或者係僱傭合約啦、糧單啦、P45 同埋呢個 P60嘅。咁可能都係適用於大人啦，或者係老人家啦。如果有返工嘅人士咧，都需要提供返呢啲文件嘅。第5類需要提供嘅文件呢，就係 medical information。咁大家嚟到英國都會已經登記咗GP 啦，或者 NHS 啦。咁如果大家有收過 NHS 嘅信啦，包括 appointment 嘅信啊，或者去入醫院檢查嘅信件啊，或者入完醫院之後嘅一啲嘅報告啊，都需要提供返俾Home Office 嘅。如果大家係一位大學生啦，咁你已經完成咗呢個 degree 啊，或者係 master 或者 doctor 啦，咁你係需要提供返你自己相關嘅畢業證書，證明你係用英語去授課咯。咁而小朋友咧就比較簡單啲啦，需要提供返呢個可能學校嘅report 啊，學校嘅信啊，或者學校嘅證書啊，咁就已經 OK 㗎喇。第6種需要準備嘅文件呢，就係政府官方發出嘅文件啦，或者特別有法律效用嘅文件啦，例如係出世紙啦、結婚證書啦，或者收養小朋友嘅證書等等，都需要提供返嘅。第8類嘅文件呢，係一個雜項嘅文件。咁呢類型嘅文件呢，係因人而異，每個人需要提交嘅文件都唔相同嘅。咁你自己就睇返你自己嘅情況，提交返適當嘅文件去俾呢個 Home Office 去做審批咯。第8類嘅文件呢，係包括呢個 cover letter 啦、授權信啦、全球嘅所有嘅刑事記錄啦、已經上咗 court 或者係未上 court 嘅啦、英國嘅刑事記錄啦，或者一啲嘅罰款啦、同埋呢個生活嘅照片啦。咁如果譬如幫小朋友申請嘅，可以提交返2-3張小朋友同屋企人啊一家庭嘅合照嘅生活嘅照片咯。至於呢個授權信呢，就唔係每一個人都需要嘅。如果你可能幫屋企嘅老人家申請呢個永居啦，咁佢就需要簽返封授權信俾你啦，授權你代表佢去提交呢個永居嘅申請，同埋提交返相關嘅文件。而 cover letter 嘅大致內容呢，係包括你個名啦，咁你幾時嚟英國啦，你呢5年喺英國嘅生活嘅情況啦，即係例如你做過啲咩工啊，或者你喺邊度返學啊，或者你幾時係畢咗業啊，而家讀緊啲咩科目啊，咁同埋你將會提交啲乜嘢嘅文件啊，咁你可以做個列表俾Home Office 睇返嘅。咁呢封呢，就係你屬於你自己嘅 cover letter 嚟嘅。因為英國同香港都有個文化差異啦，咁可能我哋個全名呢，喺唔同嘅文件上邊呢，都會出現咗唔同嘅情況，未必係一個全名啦，可能係一個簡稱啦。咁你喺 cover letter 上邊呢，都可以解釋埋呢一點嘅。而你幫小朋友準備 cover letter 呢，咁可以喺信入邊呢就講明話你同小朋友嘅關係啦，佢係你嘅 dependent 啦，咁佢喺邊度讀書啊，或者由 year 幾讀到 year 幾啊，咁而家係讀緊乜嘢嘅學校啊，咁可以詳細去講返呢個小朋友嗰個情況咯。我會喺下一集呢再繼續分享呢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㗎喎。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我會盡快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睇我個影片啊，拜拜。